내나 무슨 교라 결혼기 강사 탐지기 교라 주생양 결혼와 인노啊，因此呢，一切在相续中堪生起愿心的普特伽罗的相续中，亦是堪生行心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Kiribati呢做了一个总结啊，就是说所有的只要在他的相续中呢是堪生起愿心的普特伽罗呢，那在他的相续中呢也是堪生起行菩提心的啊。菩提心呢可以分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两种哈。那它详细的相性呢，在下面讲菩提心的分类的时候呢会讲到。Dena 呢就是因此哈。Munsen 是指愿心、愿菩提心哈 ，Gyu 呢是相续哈，所以呢 Gyula 呢是指在相续中，那 Gyurong 呢是堪生起哈 ，Gi 呢是的，港三呢是指普特伽罗，贪见呢是所有一切的意思哈 ，Gi 呢的 Gyula 一样哈，相续中在相续内 ，Jusem 呢是行心哈，这边指的呢就是指行菩提心 ，Gyang 呢是也。意的意思哈 ，Gyurongwa 一样哈，是指堪生起一诺哈是好，所以呢，整句把它拼凑起来呢，就是说，所有的在相续中呢，堪生起愿菩提心的普特伽罗，在他们的相续中呢，亦是堪生行心。Jabala konare de mitebarta jusen tobala judong togu。내 토발라 소타르기 돈바 토구비처 니바 주데 람준레 소소타바 리둥기 따두 dom시엔 덴발라 전수 선비 돈바이 개와 유에기 신두 민 세선비 셰센나 마캡 데니 주동 규den기 강사 켜버진 데라 소타르기 돈바당 덴바시 그 셰비드니 비처 再来若有人说理应该不合理，因为获得行心须获菩萨戒，获得该须获得别解脱戒之故。上面呢 Kiribati 也做了一个总结，就是所有的只要在相续中堪生起愿心的普特伽罗，在他们的相续中呢亦是堪生行心的。那他宗呢就认为这样子讲是不合理的，所以他说理应该不合理。这个该呢，就是指上面 Kiribati 做的这个总结。那他提出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因为呢，获得行心须获菩萨戒，而获得菩萨戒呢，须获得别解脱戒之故啊。那行菩提心呢，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说，如果这个菩提心是行菩提心的话呢，那具有这个行心的普特伽罗呢，他必须要获得菩萨戒。好，所以呢，获得行心须获菩萨戒这个因相呢，自宗跟他宗是共同承许的。但是呢，第二点获得该这个该呢指的是菩萨戒。获得该须获得别解脱戒之故这个因相呢，自宗呢是不认同的。那他宗呢就继续要成立他的理由，所以他说第二个成立，这个第二个呢是指上面那个第二个因相，获得菩萨戒须获得别解脱戒之故这个因相。好，那第二个成立为什么呢？他就引用了道具论讲的因为在道具论中说到，这个道具论呢是那个阿底峡尊者写的《菩提道次第灯论》道具论中说到，7种别解脱常具他戒者，有菩萨戒缘，其余则非有之故。之中呢，在他引用这个道具论完后呢，说如果这么说的话呢，之中呢，我要回答不周遍。所以这边的不周遍呢，指的是说，若道具论中说7种别解脱常具他戒者，有菩萨戒缘，其余则非有的话呢，不被若获得菩萨戒须获得别解脱戒周遍。好，那我们讲白话一点呢，就是说即使道具论里面有这么样的一段话，不代表说获得菩萨戒呢就须获得别解脱戒。
那就是说，获得菩萨戒并不一定要获得别解脱戒的意思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道具论这一段哈，七种别解脱常具他戒者。好，那一般来说哈，别解脱戒呢有8种别解脱戒。好，那这边讲7种别解脱呢，它是把禁住戒没有算进去。好，那8种别解脱戒是什么呢？给隆帕玛尼哈，比丘戒跟比丘尼戒。给吃帕玛尼好，沙弥跟沙弥尼戒，再来给念帕玛尼好，优婆塞跟优婆夷戒，然后再来的是给罗马正学戒或者是善学戒。那第8种呢叫做念内给懂吧，叫做禁住戒。那因为禁住戒它的时效非常短，今天受戒，然后呢隔天早上的第1道曙光现起的时候呢，这个戒就没有掉了，所以它的那个时效是非常短的。好，所以呢这边讲的7种别解脱呢，是把那个禁住戒排除掉，剩下的这7种别解脱戒。好，那这7种别解脱戒呢，在受戒的时候呢，都是要立誓说要一辈子持守，直到死亡之前都要持守。好，那禁住戒的话呢，它是今天受戒，然后呢，隔天早上第1道曙光升起的时候呢，它就自动就没有掉了。好，那这个禁住戒呢，跟大乘八关斋戒呢，他们在11个方面呢有不同的差异。好，那这个以后在学习戒律的时候呢，就会讲到。那7种别解脱常具他戒者。好，这个他戒者是指说菩萨戒以外其他的戒，也就是指前面的这7种别解脱戒，长期具有时常具有这7种别解脱戒的人呢，有菩萨戒缘。这个缘呢是善缘，藏文叫那个 gewa。所以呢具有菩萨戒以外其他的7种别解脱戒的人呢，有这个善缘可以呢受菩萨戒，其余则非有。其他没有别解脱戒的人呢，则没有这个善缘呢可以受菩萨戒。字面上是这样，它的意思真的是指如果获得菩萨戒就一定要先有别解脱戒吗？其实不是。那我们来看一下说他这一段话的意思是什么。若这么说的话不周遍，因为该为这个该呢是指道具论的这一段话。因为该为什么呢？相续具有菩萨戒的特殊者之普特伽罗呢，该这样子的一个普特伽罗呢，就必须具有别解脱戒之意之故。相续具有菩萨戒的特殊者的话呢，就必须要别解脱戒。不是说只要有菩萨戒，他就必须要或有别解脱戒。能够受别解脱戒的呢，就只有人。人以外的天神，然后呢，其他人道以外的众生呢，是没有办法受别解脱戒的。所以能够受别解脱戒的呢，就只有人。如果说具有菩萨戒就一定要有别解脱戒的话，那这样子呢，就会把天神把其他道的众生呢排除掉，他们具有菩萨戒了。所以呢道具论的那一段话其实不是指说只有或有别解脱戒者呢，他才能够受菩萨戒，其余的呢则不行。他是说受菩萨戒的这样子的身所依特殊者，是有具别解脱戒的人，这样子呢是去受菩萨戒的这个特殊者。所以呢，相续具有菩萨戒的特殊者之普特伽罗呢，该必须具有别解脱戒。这个呢是刚才那一段道具论的意思。大家如果仔细看达赖喇嘛尊者呢在传菩萨戒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在传菩萨戒之前都会先传在家居士戒，就是优婆塞优婆夷戒。因为在场如果有出家人的话呢，他们本身呢就有获得别解脱戒了。那有一些在家人如果他还没有受优婆塞优婆夷戒的话呢，他就还没有获得这个别解脱戒。所以呢获得别解脱戒的人呢，他是受菩萨戒的特殊者。因此呢时常在传菩萨戒之前呢，
达赖摩尊者呢，常会先传给你给东巴居士戒，给那些还没有受过居士戒的人。那当他们受完居士戒以后呢，跟现场的其他已经或有别解脱戒的人一样，是受菩萨戒的特殊者之后呢，再开始传菩萨戒。那这边请记得几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是行菩提心的话，相续具有行菩提心的这位行者呢，必须要或有菩萨戒。那或有菩萨戒呢，不一定呢就必须要或有别解脱戒。那道具论里面讲说7种别解脱常具他戒者，也就是说菩萨戒以外其他的7种别解脱戒常时具有这7种别解脱戒的人呢，有菩萨戒缘，其余则非有。这段话不是说或有菩萨戒就必须或有别解脱戒，或者是说只有获得别解脱戒的人才能够去菩萨戒，不是这个意思。道具论里面讲的呢，他的意思是说相续具有菩萨戒的特殊者，这样子的普特伽罗呢，必须要具有别解脱戒。看一下藏中对照的部分，杰巴拉库那里，接下来若有人说 de mi tebata， 理应呢该不合理。所以呢这个 de 呢是要对到上面那个 musen gula gerongi gansa tamjegi gula jusen gang geronwa ino 这个地方。所以呢该不合理的该呢是上面这个一切呢在相续中堪生起愿心的普特伽罗的相续中意识堪生行心。然后呢不合理，因为获得行心须获菩萨戒。所以呢藏文是 jusen tobala 主动拓果，主生呢就是行菩提心，拓巴呢是获得。然后呢主动拓果，主动呢就是菩萨戒。拓果必须要获得。那 de 拓巴拉这个 de 呢指的是那个主动，获得该的那个该呢指的是菩萨戒。说他的给东巴拓果比切了。说他的给东巴呢就是别解脱戒。然后呢拓果比切必须获得之故。所以呢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获得行心须获菩萨戒，获得该获得菩萨戒呢须获得别解脱戒之故。所以呢这个是那个他宗安立的2个理由。那尼巴竹得，尼巴呢是第2个，竹得第2个成立，所以呢尼巴呢就是这边这个得托巴拉苏塔里东巴托格蓝尊嘞。所以呢蓝尊呢就是道具论。那个蓝尊呢它全名叫做讲究蓝给准妈。这个准妈跟准妹不一样。有些人会翻菩提道次第灯论，他会翻灯。那有呢翻道具论用具。这个准妈跟准妹其实在藏文是有一点点差别的。准妹呢是灯，我们点那个灯的一盏灯叫做准妹。准妈呢是指说一个光明、一个光亮、一个明亮的东西就叫做准妈。所以准妈可以涵盖的范围比较大。比如说你在黑夜里面你点一盏灯，这个灯呢是准妹也是准妈，因为它是一个明亮的，它是一个可以照明照亮的。但是呢照明照亮的东西并不一定要是灯，它是指一个可以照亮一个很明亮的东西，可以散发出光明的，这个呢就叫做准妈。所以呢蓝尊嘞讲出蓝给准妈，就是道具论。那说说他把日敦吉大的东西点巴拉。说说他把呢这个呢就是别解脱戒。日呢是种类的意思，敦呢是7，所以呢7种别解脱戒。大的东西，这个大呢是长，所以呢是横长的意思。东西这个东呢就是指戒，贤呢是其他，登巴呢是具有。所以这个东贤其他的戒指的是什么呢？是指说菩萨戒以外其他的戒，就是前述的7种别解脱戒。横长的具有这7种别解脱戒者呢怎么样？讲出僧比东巴仪给我约给。讲出僧比东巴呢就是菩萨戒。讲出呢是菩提，僧巴呢是萨埵或者是勇士。所以呢讲出僧巴呢菩提萨埵就是菩萨，然后呢东巴呢是戒。所以讲出僧比东巴呢就是菩萨戒。
给哇呢是善缘，缘呢是有，所以呢就是说有菩萨界的善缘。那贤度民，贤呢刚刚讲过是其他，所以呢就是说其他没有这7种别解脱界的众生呢民就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善缘可以受菩萨戒的。好，所以这个是字面上的意思。邪松比是森啊马卡，如果这么样说之故的话呢，马卡不周遍。所以这个马卡呢，藏语里面是람军嘞，소소타바 리둔기大对东先点巴拉，讲究身比东巴伊，给我约给先对民邪松呐，讲身给东巴托巴拉，收他的给东巴托被马卡。好，所以呢，中文呢就是说，若道具论中说7种别解脱，常具他戒者，有菩萨戒缘，其余则非有的话，不被获得菩萨戒，须获别解脱戒周遍。好，意思呢就是说，即使道具论这么的讲，获得菩萨戒呢，并不一定要获得别解脱戒。Deni 这个 Den 呢，指的是上面的这一段道具论的经文。那既然它中引用了道具论，那我们说不周遍，那我们就必须要承许道具论的这一段话。那我们承许这段话呢，是按照字面这样子讲的承许吗？好，不是，其实呢它是有它的意义的，所以呢我们要来安利这个教的这个教义。好，所以呢这个教它所引用的这个教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主动与登记港萨卡巴简德拉，所他给东巴当登巴西古写比对应些。好，主动菩萨戒与登刚刚讲过了相续具有的普特伽罗港萨卡巴简，这个卡巴简就是特别的、特殊的意思。所以呢，就是说相续里面呢具有菩萨戒的这样子的特殊的普特伽罗呢，要怎么样呢？说他给东巴当颠把西古，需要具有别解脱戒，然后呢，写比对应些，它是这个意思。这边为止呢，菩提心大乘发心的所依的字中的部分呢，就讲完了我们回到上面来看一下，在一开始呢，有讲到一个以累积力量强大的谤法业尚未清净者，以及呢累积无间业尚未尽除者呢，它不是升起大乘发心的所依，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的有情呢它是没有办法升起大乘发心的。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来做一个探讨。好，这个问题呢是我之前在新加坡做这个佛法介绍的时候呢有提过这个问题让在场的人呢去讨论跟探索。所以呢这边呢我们也把这个思考点呢给提出来，让呢有受过大卫的金刚灌顶的人或者是呢平常有在做这个大卫的金刚仪轨的功课的人或者是有在学大卫的金刚的声源次第的人呢可以去探讨这个问题去思考一下。那在大卫的金刚的教授里面呢，有讲到说大卫的金刚法呢有5个甚深的特殊法，其中一个特殊法呢是大卫的金刚的左手的第11只手呢，它是直持着利戈人串，藏文呢叫做 gebu seshin 的柱吧，就是呢有一个柱子，然后呢把人从中间像烤肉串香肠一样整个把它串过去。那这个法器它手持的这个利戈人串代表是什么意思呢？代表的是即使是造作12业很重的重罪者，或者是谤法罪很重的重罪者，或者是无间等重罪者呢，也能够瞬间成佛。这个瞬间呢是指非常快速的意思这个呢是大卫的金刚的甚深特殊法。那为什么这个呢会是大卫的金刚的甚深特殊法呢？假如说我们按照课本里面讲的以累积力量强大的谤法及无间业尚未尽除者，不是升起
菩提心的身所依的话呢，这样子的有情该如何借由修持大卫的金刚的本尊于前，快速的去成佛？因为呢，他既然都没有升起菩提心，那他这样子修大卫的金刚要怎么样去成佛？成佛的一个根本呢，在于他有没有升起菩提心，有没有进入大乘之门。宗喀巴大师呢，在广论里面呢有讲到那个佛呢有开示波罗蜜多乘以及金刚乘这两个大乘。那不管是要进入波罗蜜多乘也好，或者是要进入金刚乘也好，进入大乘之门呢，唯一就是菩提心。那既然这样子的一个有情，它不是菩提心的身所依，它不能够升起菩提心的话，该有情就没有办法进入大乘。既然没有办法进入大乘，它要怎么样呢？借由修持大卫的金刚的本尊于前，快速的成佛。好，所以呢，这边就会提到第二个问题：若先将无间业之罪尽除，再发起菩提心，借由大卫的金刚的生源二次第的修持而瞬间成佛，那发起菩提心后，依止其他本尊就无法瞬间成佛吗？原因为何？好，那如果说这样子造作很大的谤法业跟无间业的人呢，没有办法升起菩提心，因此呢，他没有办法说借由大卫的金刚的本尊学快速成佛。那上面讲的这个甚深特殊法是指说，他先把无间罪，先把那个谤法的重罪全部都尽除掉后，再发起菩提心，然后呢，这样子呢去修持大卫的金刚的生源二次第的话，就可以很快的成佛的话呢，那他先把这些重罪给尽除，发起菩提心后，那他不要依止大卫的金刚，他依止其他的本尊法，就没有办法快速的成佛吗？如果这样子的众生呢，就是说先前有造作这么重的谤法罪、无间罪的众生，然后呢，把这些罪业尽除之后，再发起菩提心，依止其他的本尊也能够瞬间成佛的话，那为何这会是大卫的金刚的甚深特殊法？换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或者是说呢，透过依止大卫的金刚为本尊，然后呢，并且呢，如理的修持大卫的金刚，它可以帮助这个众生呢，快速的把罪业尽除，然后呢，罪业尽除后呢，帮助他升起菩提心、空正见。那他这样恒常如法的修持大卫的金刚的这个生源二次第呢，就可以快速成佛。是不是要这样子的去解释？又或者是有其他的解释？那有兴趣的人呢，可以跟自己的法友们一起探讨跟辩论这个问题，也可以跟自己的老师呢请教这个问题，看要如何去思考去解释。好，那到这边呢，所依的部分就讲完了。那下一个章节呢，就要讲大乘发心的因，去升起大乘发心的因跟缘。